嗱，就係呢一個地鐵站啦，明年咧就會全線開通啦。去到廣州同埋深圳只需要9個字啊，而且只需要 total 40萬，你就可以攞低咁樣嘅地鐵站上蓋物業啦。呢一度咧仲要係旗江新城嘅核心片區啊，樓下嘅商業咧已經全線喺度招商緊啦。啱啱仲簽約咗榮利直通巴士車站，就喺你屋企樓下，以後咧點對點返到香港嘅元朗、太子或者係荃灣咧都係非常之方便㗎。住喺呢一度咧，完全可以實現你對理想生活嘅所有追求啊！我最中意嘅就係呢一個中空客廳啦，有一個全景嘅落地玻璃窗，每日咧都可以欣賞非常之舒適嘅園林景觀。高層咧仲可以睇到開揚嘅河景啊！唔單止呢度樓下有自己嘅商業體，周圍都有非常之多豐富嘅商場配套，10分鐘左右你就可以去到 Coco City 同埋石岐大順啦。Total 40萬，可以自住，可以辦公，年輕人未來嘅出路啊！樓下就係地鐵站啦，交通4通8達。如果你對呢一套單位感興趣嘅話咧，歡迎留言，我 send 你詳細資料。